位伫江南会馆1楼，这26包拢是来自翕照俱乐部的摄影家作品。透过镜头，除了欣赏难得一见的珍贵鸟类，来认识因的水相当精彩。更希望培养民众环境保育的观念，同时透过欣赏鸟类、接触大自然来推广生态观光。我们想透过这些美丽鸟儿的画面，尤其是我们一般人无法用就是肉眼，然后来观察到这么漂亮的羽色，这么漂亮的生态。而且，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认识每种鸟儿，其实它都占有它的生态指标，就是说它在这个地球上呢独一无二的地位。譬如说千色水螳。它是溪流的鸟儿，那如果当它有一天数量减少或不见的时候，代表着溪流受到了污染。那我们希望说，这次我们在这次展出的作品，能够欢迎各地的民众，然后来到这个好山好水的江南度假村，然后实际的来体验这好山好水，然后来观察我们的鸟类，然后来认识它、爱上它们、关注它们、保护它们。上午伫点仔店的开幕式当中，侪参展的会员拢到场，有企业家、有医生、有教授、嘛有电市业务市民等，到伫野鸟生态保育专家阵容相当坚强。江南度假村有水无？水啊！其中热心合办展览的江南度假村，嘛以100家园区生态资源，希望唤起大家对着环境甲生态维护的重视。那我们会跟海鸟俱乐部来合办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最主要基于是说，我们希望我们把这样的自然生态的一个现场，那因为有很多生态在这边做栖息，那这边栖息如何让这个环境维持下去呢？那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鸟展，让大家看到，我们这个环境有这么美丽的一个鸟类在这个场所在做一个繁殖，或是说在这边活动，那我们希望说告诉他们，我们要保护这样的环境，那我们还可以一起看到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鸟类，所以我们才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来展示鸟展。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示，教导我们的民众，包括我们的下一代。如何来维护我们一个美好的环境，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环境共同来存活。该展览将为期1天，欢迎民众有机会亲自到场欣赏，一探鸟类世界生态奥妙。第一新闻，军事郭博义采访报道。